中国中天然洞啊，哦，迄斑鸠车了吼，专有借主呢吼，今仔日就是今仔日礼拜日咧办，哦，后来吼会当领现金还是搁领物资，后尾也是疫苗卫生纸还是咩片吼，啊有闲人吼，骑机车来到遮领。那然后去各种的西南哦爱上活动吼，配合迄花田新园山艺的性动拢有爱种植爱心花，种植爱心花拢有迄斑鸠节，哦啊，遮新诶中华中天然洞，伊迄南新的国中的西边，哦，你拄公园的边仔，哦，你也看含迄个端午节啊，咧斑鸠节，啊年8嘛那种啊，斑鸠节年尾。啊，即摆来正有千岁省，但是农历5月初2，啊提早5月初，农历5月初2，哪有迄斑鸠节？哦，帮助迄个囡仔，还是迄个家境较无好诶，遐帮帮助遐摕来，哦，帮助308位，每一位，哦，就这金1000块诶。哦，迄是新诶，中华中天然洞啊，楼顶还佫有哦，伊罐头诶活动，哦，若有缘啊，赶紧来求桃、得桃、得三宝，救咱诶人生啊！将来较利落，四生六道轮回之苦啊！那地球阮咧天气无正常，若毋是咧毒热后要热时啊无风太大，互阮咧做水灾危险，辛苦啦！啊无咧寒甲啥，到超过寒诶，哦。啊，较急年间啊，世间劫数多啊，上天慈悲有讲多会当救到，赶紧得三宝吼，啊将来超生了事，哦，脱离四生六道轮回之苦吼。